就聽把聲都唔同嘅。哦，正喎正喎，真係 catering。哇！個粒包幾大喎，number 都幾大喎，716。硬係覺得東涌線同將軍澳線嘅 catering 唔係同一個產物嚟嘅。佢明明都係同一個車身，內飾又冇一樣，但係感覺完全唔係同一個產物嚟嘅。呢個增強型咁喎。靜好多得，但係將軍澳線嗰個靜啲，可能因為佢太過勉強啦，快得太過勉強，快 K，但係佢行起上嚟快過卡夫喎。兩款 catering 都可以過海。我見人哋話 Roblox 咧，將啲架嘢行去觀塘線揼過去咁玩。係啊，東涌線 catering 揼觀塘線。Roblox 活動嚟嘅，現實上其實都唔係冇可能嘅。其實將軍澳線 catering 都揼過觀塘線，唔係如果呢架揼去觀塘線，梗係好好咁影下啦。香港，這是東涌線的終點站，謝謝乘搭港鐵。東涌 Thank you for travelling on the MTR.請緊握扶手 ，please hold the handrail。可能有前車。估唔到真係一擊即中喎！